你若来台东，请你斟酌看。来到台东这搭遮，遮有咱几多千年前就留落来的遗址哦。对，这就是咱的卑南文化。所以，咱即马就要来去问咱的同学，看卖伊对咱的卑南文化了解到底有偌深。伫个还未有文字的时代，咱叫伊叫做什么时代？史前，对，史前，对，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答案。史前，对啦，史前，对。咱的卑南的文化，就是伊是属于伫个咱的史前的文化对一个阶段。应该是旧石器吧，新石器，对啊，新石器。 OK， 好，所以接下来看一下这张图片，你觉得它叫什么石柱？这是你竟然没看过呢？唔知。看过了不？啊不，你干嘛伊生做什么款？它上面的长得像什么？一个人，人，嘴巴，外星，恐龙，月亮，所以伊就叫做卫星石条，卫星月形石柱。咱伫个卑南文化出土的石邦棺，内底有一寡陪葬品，你感觉会有啥物物件？黄金，玉器，对，好，还有无？车吧。史前时代就无字先到变车。陶，对，还有两个，玉石吧？对，应该会放一些铜器吧？还没有进入金属器时代，玉器，石器，石器，还有一个，陶土。对，陶器，你是第一个把三个都讲出来。经过他拄仔甲咱同学开讲了啊，发现咱的同学对咱的卑南文化其实拢有淡薄仔的认识呢。对，所以咱今麦来到这是卑南遗址公园啦。咱要来了解这也未有文字记录的史前时代。所以咱今麦后壁看到的这支啊，叫做卫星石条，伊就是咱规个卑南遗址内底啊一个足重要的资产哦。伊离今麦差不多是3400年到2500年的时间才久哦。这支卫星石条啊，伫个民国77年的时阵，就互当时的文字法设定这个第1级的古迹啊。你甲看迄顶悬遐有一个弯弯的所在，其实迄个所在啊，伊原本应该爱是一个圆形的落坑，要毋过尾啊，经过安尼年久月深的应用，伊破起啊、碎起啊，才会变做即马咱看到迄个月摆形，所以伊才会叫做卫星石条。其实啊，这个卫星石条啊，早伫个日本时代就已经互发现啦哦。迄当阵有一个学者，伊叫做土里六佐，伊就是已经有翕到这个石条的相片。其实迄当阵是有3支石条的，有一支即马已经无去啊，消失去。有另外一支咱会当看到后壁迄较底迄支啊，其实本地伫个土里六佐的相片内底，嘛毋是伫个即马这个位哦。所以表示讲，应该是伊有倒去，落尾搁互钉踩起来的。咱即马所看到卑南遗址公园这搭遮啊，所有的文物会当互保存到遮尔好，是因为1980年代的时阵，咱东线南回铁基路台东新车头的工程意外来去发现到这处的考古遗址。所以落尾因就请代的考古队啊来进行一寡抢救，落尾就有挖出足大量的史前的文物，才伫个遗址这个所在啊设这个公园来保存这个文化资产。卑南遗址正做台湾头一个来去抢救的考古案例，更加推测咱台湾头一座以考古来做主题的国家博物馆，就是咱即马看到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这是几多千年前所留落来的遗址啊！哦。所以啊，咱即摆要来到这个考古园区啊，咱就会当看到较早卑南文化的人啊，因的生活环境是生做啥物款？咱会当看因的厝哦，因的厝啊，其实主要拢是起安尼长တူ形啊，一家一家排做伙。主要的石材啊，就是用板岩、佮有绿石来起的哦。咱会当看到，伊这有是毋是有这石壁对无？主要就是要防止这个沙石啊来绑起，嘛会当当做是一个因咧住，还是咧放物件的空间。
其实真侪人啊，拢会误会讲，即个卑南文化甲咱即卖即个卑南族是有亲戚关系。啊，毋过啊，其实为考古学的一个号名的原则来看，因号名是取迄个为日的主要地号名。啊，因为伫个日本时代啊，即个所在的地号名就号做是卑南社大东市的南王里，所以即个所在啊，就号做是卑南文化。啊，甲咱即卖知影迄个卑南族其实无关系哦。啊，咱即摆看到的这其实是敢若因迄个时阵聚落所留落来的一个外貌的形尔尔，因就有即种大家会当徛做伙啦，有一个小型的社区的概念啊呢。你来看，伊内底有一寡排水沟的设计呢，就是咱根据这个地形来设计因的聚落。啊，伫内底嘛，阁有一寡藏物件的所在，咱就当发现，其实因伫迄个时阵就真有智慧，就真有因家己的生活风格啊。啊，伫遮。咱是毋是拢无看到一寡因迄时阵留落来的物件，对无？对。这物件宝物拢藏伫个咱的室内的展览馆内底。咱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去看卖遐丰富的文物。卑南遗址这大只出土的石板棺数量是真惊人，超过2000多躯哦，是台湾上大的石板棺墓葬群。啊，这个墓葬啊，拢是用只较扁的板岩来摆做长柱形的结构，就是要用来埋葬迄当时的族人啦。啊，那因为这卑南遗址使用的石板棺的墓葬的形式啊，有2000多年这么久呢，所以伫过去咧挖的过程当中啊，也定会看到这个墓甲墓顶塔做伙的现象啦。咱即摆来到这内底啊，就是卑南遗址公园的室内展区啦。卑南遗址啊，是台湾范围真大，留落来物件文物足丰富、足济的遗址之一啦。这有足重要的物件有啥？有咱的玉器、石器，也佫有粗灰等等的物件，是咱要去了解迄当阵卑南文化遐个先民因生活的方式啦、生活的风格啦，真重要的文物。对。其实啦，伫个卑南文化，因出土上重要就是即个玉器。因这玉器啊，数量多，而且品质佫好，啊款式佫有足侪无共款的哦。所以啊，嘛当看出讲，迄当阵啊，卑南文化因其实都有用即个玉啊咧做假牙哦。啊，这个玉啊，除了起来做砖塔以外，也佫有起来做足侪拍拉的工具哦。啊，毋过有一寡个人的玉器啊，伫个上尾拢是真做是陪葬品。好。大家会当看到，遮有足侪无共款的即个线膏。即个线膏啊，其实伫个迄当阵的石板棺内底啊，是出土上侪即个陪葬品哦。啊，所以咱嘛会当知影，迄当阵这线膏啊，其实有流行2、3千年遮久。咱会当看到无共时阵啊，就有流行无共款的物件。咱即摆看到的即个人兽形的即个玉棺的造型啊，足有意思的哦。所以有的学者伊就感觉讲，这是咧表示2个拍赖的人因咧展示因的纳母，嘛表示讲因感觉掠到即个纳母的珍贵，佮有因2个人合作的精神。啊，嘛有学者伊是认为讲，即个兽的姿态啊，看起来就是足有生命力的。即马即个人兽形的即个玉棺啊，嘛变做是咱国家的国宝哦，因为伊的造型啊，真正是足特殊的呢。你看俊杰，竟然有法度甲磨做安尼圆，就是袂有气感。对啊，而且你甲看伊的表面都袂粗粗哦。对啊。你来看，因为用玉啊来做无共款的武器。咱拢知影，玉啊的材质是足硬佮足硬。伫个几千年前啊，这个人就发现玉有这个特性啊，佮甲详细来看伊的表面。其实你足罕的会当发现到一寡可能有笔顺啊，也是有气角啊。其实这拢是因为伊用玉啊做的特性啦。啊，这个文物啊，大多数拢是对成年男性的石板棺内底出土的。除了伊原本实用的特性以外，嘛有互加添一寡无共款特殊的象征意义。你伫3000年到2300年之前啊，是卑南文化咱这玉啊使用的巅峰时期哦。啊，这个玉啊大部分拢是对花莲丰田所出产的台湾杉玉来做的啦。啊，这个台湾杉玉由咱的专业的拍玉啊师傅，再甲制作咱即马所看到这的物件。其实啊，咱头拄有讲到玉器对无？啊，毋过卑南文化因出土的毋是干那有玉器尔，佮有咱即马看到的这个石器。啊，上主要嘛出土上济就是以农业佮有拍蜡为主的石器。啊，你来看，
这叫做石刀。伊是迄个时阵的人啊，摕来凹断五谷所用的工具。啊，你有看到顶有落两个孔无？对。迄两个孔啊，其实会当摕来剥锁啊，也是用皮甲绑伫伊的手盘，安尼会着较好出力啦。啊，你甲看，这啊就是迄当阵用石头做拍蜡的工具啦，形拢无共款，有大有细。其实啦，这就甲伊使用的方式有关系哦。因为这个工具啊，这个毛拢需要别地的差别顶悬来去做使用。所以就是无共款的形态，就是表示迄当阵无共款的使用的方式。对，你甲看顶悬，这就有用长矛啊，地咱来去射迄个走较紧的蜡物啊。你甲看，即摆这个石器啊，就是伊的名叫做石凿。专家学者经过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甲研究，发现啊，这中这拿落去的所在，拢起光一边呢。啊，中间有一寡较凸出来的所在，也有一寡无损的状况出现，因就推测这应该是做楼梯来使用。哦，真正是做特别的呢。除了你讲的这个楼梯以外，我搁要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嘛最有代表性的石器哦。咱即摆看到的这支啊，伊叫做石擂锤。好啊，石擂锤伊有分做下骹，这是背部；啊，顶悬这是用部。用部的所在，你看伊顶悬有迄一顺一顺对无？迄一顺一顺的所在啊，就是迄当阵用来咧拍树皮。这就是用石擂锤拍树皮所做的衫啦。所以咱今仔日安尼规工啊，伫咧这个电视区内底安尼看落来啊，咱就会当看到讲，遮出土的物件，会当发现迄当阵卑南文化的人因的审美的观念，佮有因的生活的方式哦。伫个卑南遗址公园这条遮，伊还有一寡趣味的手工会当来做体验哦。但是我看到哦，这有足侪家私的，老师，你敢咱甲阮介绍一下啊？咱今日要做的是这个手链，吼。头拄啊，咱有看到苏州人做的乐器啊，拢足水的。其中啊，大家上好奇的是要怎落空这个代志。真可惜，拢还袂找到讲因落空的家私。今日咱准备的是这。来体验一下，伫无电的时代，要怎来落空？这是今日要做的玉啊，甲放在这面顶，玉片面顶啊，阮先做两个记号啊，吼。今日就是要落这两个空，尖尖的所在对准这个空，把这安尼甲卷起来。哦，卷的。嘿，卷起来，然后手摕在两边，啊个举落。这真有智慧的呢。对，这就是以前这阿米斯因的传统工具咧，正康的一个工具。哦，原来是安尼做的。谢谢。哦，你们恁两只手该用啊？老师一个人就会使，咱来。你莫伤大力，莫伤大力啦，莫遮粗鲁啦。到底的时阵，轻轻啊，对。你已经跳出来啊！唔是就简单嘅，你家己试看卖啊！我试看卖。我这豆豆啊来。我极想诶。换你。有一个 tempo， 我有一个 tempo， 对伊个 tempo 行就对啊。那过我会知影伊过啊未？知。哦，有一个感觉，哦。我就会过啊呢。老师，我两个空拢过啊。哦，真好，我甲试试咧。我也嘛过啊呢。所以就甲这个零件斗的，伊就会变做一个真水的手链啊。看，阮这个手链啊，足水的。所以以后大家若有想要甲阮共款啊，做这个手链仔的话，爱会记你去这个苏城文化博物馆的官方网站来这个提早注文哦。有注文才有，你茫临时来哦。临时你名是做袂到的。这文字还未出现进前的时代，叫做苏前时代。卑南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文化的阶段。咱伫相片内底看到的迄支叫做月形石条。伫出土的石板棺内底的陪葬品有玉器、石器，佮有粗灰，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啊好。